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新闻一开始带您关心新冠疫情扩大延烧。为了迎接7月的东京奥运棒球比赛，中华队总教练洪一中率队施打疫苗，全部代表团约有20位接种。而洪总提到国外疫情用吓死来形容，他表示台湾虽相较安全，但在国外疫情仍严重，还是要施打比较安心。哇，刚刚那个帮我打针的技术太好了，我一点感觉都没有。然后那个针进去的时候，我几乎没什么感觉了。好，来深吸气，好，就这样子。好，这个打完针我们不揉它哈，然后打完之后我把你贴起来，等一下你去要离开的时候，我们再拆掉哈。好。回家我不知道，但目前为止都好像没什么异样。今天差不多有将近20个人员到这里来注射。那当然，其中教练团是比较多了啊，因为选手这段期间他还在比赛，所以我们教练团，因为我们比赛不用到我们，所以我们先来这里先注射，然后看我们的感觉怎么样，回去跟选手讲。那假如说效果都还 OK 的话，不影响到比赛的话，我想陆陆续续选手会开始接种。有该交代的那个副座都有讲得很清楚。那回去该做什么预防，那有什么状况的话，随时跟他们保持联络或是什么，他们都有跟我们提醒。那你身在台湾嘛，非常幸福嘛，所以你不觉得它的重要性嘛？你在国外有时候看到你都会吓死。像现在印度的疫情那么严重，你有时候你想要打都没得打。我想，我回去会跟选手讲了，就是说还是疫苗打起来会比较安心一点。我们要打6抢1的关系哈，那现在不打的话，因为第2剂还要隔那么久嘛，所以这个时间上一定要尽快的把它施打完。那另外一点是明天礼拜1，那个中华职棒是没有比赛，所以我们利用今天礼拜天比完赛，下一次假如说选手要打的话，可能也会找一些就是比赛完，然后隔天没有比赛，这样那种时间点来打的话是比较适合，因为不敢保证说每个人打下去都没有反应嘛，这一定是有人就是也有人完全没反应的，那也有人可能隔天会有一些发烧啦，还是一些身体酸痛啊什么的，那大部分我听到的都差不多1天左右，所以我们可能叫选手来打的话，可能就是隔天没有比赛，这个情况是比较适合的。我刚刚有跟副座稍微聊了一下，那副座说他挂保证了，他说这个没事啊，就是打应该没关系啊。我一开始会有一点担心啊，因为我怕发烧嘛，因为大家知道我前几个礼拜才发烧住院呐，所以他们说应该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就也不紧张了，就是打就是这样啊，还好。再来看到华航机师染疫事件持续扩大，波及诺富特饭店员工，引发6起家庭群聚感染，至今已有24名个案，确诊者足迹几乎遍及了整个桃园。桃园市长郑文灿对此回应，为了防止疫情蔓延，桃园市民活动中心及社区关怀据点即日起暂停开放2周。另外，年长者较常群聚的老人文康中心及原民文化健康站也暂停供餐服务。华航机师染疫事件持续扩大，目前隔离匡列的对象共有204位。另外，诺富特的追溯专案也有195位。因为风险管制期还没过，加上有些足迹已经遍及桃园各地，为了提高社区防疫等级，桃园市长郑文灿表示，在5月16号以前，市民活动中心以及社区关怀据点将暂停开放。老人文康中心及较容易群聚的地点也暂停做卡拉 OK 和供餐服务。另外，原住民的文化健康站也比照办理，以减少群聚的风险。至于消毒的频率，郑文灿表示，已经要求环保局特别针对交通密集的场站及传统市场，还有考场等进行加强消毒。桃捷公司的消毒频率也将提高，就是要防止疫情再次扩大。民进党台北市党部前评议委员会召集人赵应光儿子赵介佑
涉嫌诈欺、毒品等染黑案件爆发过后，台北市党部主委吴怡农也在日前与评议委员会决议开除赵介佑的党籍。党外界流传国策顾问黄成国同样具有黑道背景，还在背后操控党部主委。吴怡农则公开回应自己从未受人指使，至于传言并不符合排黑条款，到底未来的标准在哪？内部还需要讨论时间。我都生气了，全国的国人都在生气。如果我们的党主席不生气，我觉得才奇怪。如果有人不生气，我觉得那个人根本不爱护这一个党。社会在关注这件事情的每一个人，以及我们的党主席，大家都非常的关心，也非常的气愤。那中间我们有许多的沟通，我跟党主席也有，跟我们的秘书长也有不断的沟通。我们的台北市党部的执行长赵新宇呢，今天跟我递出他的辞呈。我也要借这个机会跟各位在这边谢谢赵新宇执行长这么多年来在台北市党部的专业跟他的付出。这件事情发生的第一时间，他在内部就有做所有的应该做的回避，也秉持着他的专业，尽管这是一个对家人跟亲戚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段的一个时间，那我要再次谢谢他的体谅。最重要的是，我们昨天得知到当事人跟他们家人会递出一个切结书，就是放弃这个3天抗辩的这个权利的一个切结。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发展，因为我们既可以保障我们的程序，我们又可以尽快的把这个案子做一个收尾。民进党从党中央到各地方，没有人会告诉你说我们欢迎黑道，这是没有人欢迎黑道，没有人欢迎任何伤害社会的行为。那在我的任期内，民进党台北市党部的声誉受到这么大的打击，这个对我来说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挫折，也是很大的一个教训。我跟所有支持我们的党员们，也感到也要说声不好意思。但我能够保证的是，我能够跟大家承诺的是，在我剩下的1年，我会尽我的所能，跟大家一起重新站起来。我们的排黑条款非常清楚就是如果我们有涉及犯罪组织、涉及毒品、涉及枪械、刀械相关的有这些背景的人不可以入党。那当然，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落实，我们需要去执行，我们需要把这一块做得更好。除了这3项犯罪行为之外，我们是不是应该扩大我们对黑道背景的一些的这个定义？我是认为我们必须去检讨。我相信社会也认为这个范围不应该只限于刚刚我讲的这3项。过去这几天我也看到许多的新闻的报道，说市党部是受人操纵，某些人是沦为傀儡。我必须说，第一时间我召开执委会的时候，是我个人的决定，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指示。我们一致通过，执委会全员，不论系统不论背景，全员通过要开除这位党员，送到评委会，也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指示。党内每一个系统有高度的共识，伤害社会的行为，我们绝对不容许。台股在上周盘中再创新高，一度冲上17709.23点。而本周盘势，有专家认为，指数在这段时间已出现高档震荡，虽然短线上仍维持强势多头的格局，但由于指数已在高点，往上空间也是有限。专家也指出，在季报及4月营收利多逐步反应过后，指数拉回的可能性增加。一起来听他的说法。展望下一周的行情走到5月份第1周，过去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5月份其实是上涨几率开始往下滑的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原因是因为一方面有所谓的这个缴税的旺季的这个需求第二个这一波上涨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各类股的一个涨幅都相当的大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看到高档
频频出现爆量获利了结这个卖压因此在下周的操作策略上，我们还是建议。即使这个盘势仍旧有机会再创新高，但是在类股的表现的过程当中，你可能要更精挑细选哦。那还是以基本面为依归，尤其现阶段陆陆续续在公布所谓第一季的获利跟4月份的营收啊，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财报公布的这个利多，有机会持续到下个礼拜，甚至在未来5月中之前，上市柜公司公布他们的获利前，实际上都有可能做一些反应。我们看到，这一波涨多的族群，如果它的一个基本面跟它的一个股价上面有一些距离的话，我们看到所谓获利的一个成长。但是实际上股价都很合理的一个反应的话，其实你还是要留意说，你短线基本上要追高的一个风险就会开始增加啊。那建议是以趋势性的操作为最主要的依据哦。一方面，第二季淡季不淡的一个族群哦，不管是在这个半导体缺货，乃至于说记忆体、矽晶圆相关的，这个其实都还是现阶段看到第二季还是相当强势的一个类股。我们看到指数在这段期间已经开始出现一些高档震荡哦，当然短线上还是维持一个强势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多头的格局，所以18000点是可以有机会在五月的一个上半旬，尤其在下个礼拜看得到啊。但是毕竟指数的一个高点现在看起来这个空间是开始逐步的一个压缩哈，因此在季报的一个利多逐步的反应过后，包括4月份的营收的一个状况反应过后，我想。整个指数在类股上面可能就会开始陷入震荡整理哦，因此操作策略上回到一个更扎实、更基本面的一个选择，包括像是高股息、高殖利率的族群。因为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我们看到3到5月份，现在看起来陆陆续续公布的这些上市柜公司的股息哦，今年有机会创历史新高。那么以殖利率的一个挑选，搭配你的基本面的一个选股，可能会是更好、更安全的一个方式。在原物料的族群，当然还是有一些涨价的一个题材发挥哦，可是不可讳言的哦，如果它的这个营收的一个成长没有获利的成长没有办法适度的一个反应的话，可是基本上在这个类股的一个选择上面都要更加的一个留意哦，所以我们的建议还是适度把资金转往一些部分所谓成长性的这些电子股，那均匀的分配啊，均匀的这个配置你的一个操作的一个资产哦，那这个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安全跟合理的一个方式。因此我们看到当原物料的族群跟所谓的非电子跟电子这边的一个资金排挤效应出现了之后，其实你在操作的策略上应该要多元的布局，从而选择一方面接下来还没公布财报，而它的财报会优于预期，甚至在5月10号之前所公布的4月份的营收能够成长的这些公司哦，这个原则上还是在一些部分的，包括像是电子类股里面的一个矽晶圆。或者是在半导体的族群的 IC 设计，乃至于所谓的记忆体。至于在原物料的族群因为毕竟这一波确实涨太多了，涨非常多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在操作上是建议用逢低承接的一个策略，可能会是比较安全的一个策略。接着来看外送平台 Foodpanda 与 Uber Eats 自从更改配送费后，让外送员的薪资大幅减少。而在5一劳动节时，劳工团体就上街游行表达不满，除了争取劳动权之外，也要求外送平台加薪，筹组工会。一起来看。要加薪，要加薪，保年金，保年金。外送员，外送员，外送员，加油，加油，加油！保年金要改革，不要管，我要加薪，我要加薪。外送员带来的2份大礼是布条前面，薪资要提高，薪资要提高。另外一份是老年要温饱，老年要温饱。因为去年底许明春部长说他要来做这个劳保改革，调乌纱猫也要做，他要降低给付，拉长采计年资，还要呢甚至来溯及既往。但是他没有看到什么？他没有看到现在台湾平均一个退休劳工月领不到2万块钱，我们劳工还要活吗？
不能。所以啊，现在不论是年轻的劳工，还是即将退休的劳工，对于劳保老年退休生活的保障，实在是忧心忡忡啊。所以今天看到外送员送来这份精美的老年要温饱，我心中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们在这里要非常慎重的要求政府，既然政府说我们的那个经济成长率在今年预估4.6以上，在去年也都超过3，结果呢，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我们的基本工资月薪才调个200块，0.84，你们认为合不合理？不合理。政府做给劳工看，不要说一套做一套。一直我讲经济袂歹，结果你的员工、政府的员工家己拢无调到薪，所以政府请带头先调薪，然后我们要求企业也要随着来调薪，我们要求劳保一定要保障。当然，我们也知道劳保的收支确实有问题，真的不平衡，但是我们真的要求政府跟军公教育一样，我们的劳保年金、劳保，我们要政府负最终责任。人往前面，人往前面。因为低薪让台湾的年轻人没有未来。好，那我们加油！要加薪！要加薪，保年金！保年金。台中捷运绿线在上个月正式通车，前总统马英九日前亲自体验搭乘，也在脸书发布台中捷运番外篇影片。结果没想到，因为台中捷运加值系统操作方式和台北捷运不同，一开始加值就卡关，尴尬的画面与年初拍摄贺岁片在台北捷运购票时似曾相识。他幽默表示，下次加值一定会成功。一起来看。哦，可以有号码吗？选择票价与张数。来看桃园领航员在 P-League 季后挑战赛的惊奇故事，画下了完美的句点。不过他们的奋战精神已经赢得外界肯定。至于外界好奇的戴维斯是否留队问题，他本人也在赛后做出回应，来听听他怎么说。You know, I'm gonna try my best during this off season to recover,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you know, this is what. You know, the last 10 years, what I've always wanted was to have a professional league here to where we represent cities. So even though I'm still injured and recovering, you know, I still didn't want to miss it for the world to be a part of this type of professional P League. So I'm not sure if it will be my last season, but I'll definitely do my best to rehab and get 100%,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首先，当然，因为他有伤势的状况嘛，各位也知道，之前经历了手术，那这一次也是在复健中，赶快回来，所以他也不确定会不会最后一年，因为当然最重要，希望能够在休赛季的时候好好的复健，好好的调养。那最重要的是，来台湾的10年呢，其实一直都很期盼有像 Plus League 这样的一个舞台，特别是属地主义代表的城市，建立出在地的文化等等。那所以他非常不想要错过这一切啊，每一场赛事，每一个系列，从地下到季后赛，所以很高兴能够也撑到今天嘛。那再来就是最未来的问题，就是看他在休赛季能够调整到怎么样的状况。他基本上第一个，我们都还是希望他是健健康康的。那如果
他恢复的不错的话，我们先不去设限他一定会有什么样的假设，先不去设限。其实真的是每个球员的身体压力太大，然后我觉得这场他们放太大，然后说真的，今天还是有些球员在球场上比较胆怯，然后造成失误的比较差很多啊，就是26比13。那在这方面可能应该是我们输球的最大原因。那整场下来，我很谢谢球员们，然后每一场的付出，然后这场这么团结打到最后。其实我们在每一分每一秒都有机会追过去，但是到最后就是 Q 不想给耀宗，可以没有开玩笑，他罚球不进之类的没有啦，就是说我们都是尽力了，然后谢谢球员，谢谢经理给我们这些机会，然后在球场上表现，也谢谢球迷，谢谢大家。First of all, congratulations to the Dreamers. It's on. Congratulations to the Dreamers. They came out and played their hearts out. And also, the Pilots. I take my hats off to us because, minus our two import players, we still came out and really, took it down to the wire, by winning these 2 games and starting Game 5. I knew it was going to be a different game by me starting. So that really helped by us not getting down by 20 points like we usually do against them. But it was just a very exciting game, just very happy to be a part of it. Happy for the P League. I think this really brings up ratings and really looks for a bright future with basketball in Taiwan. 以上是今天的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